今天是2006年1月22号，藏文课是第69次啊。不慌不忙的往前走，还突然一想，还走得挺远了，69次了。好，咱们还复习一遍上节课的啊。我数了一下，这节课完了呀，咱们是春节就休息，然后春节之后呢，可能那个星期天是那个上班，所以就是12号再开始。2月12号再开始，然后2月12号开始之后呢，应该是4次就完。就是说那个春节之后还有1个月就完了。这是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咱们先复习上次的啊，从那个第12句开始。提嘎提了，菩提云丹吉落度痛，khi让马妹爱撒日对了，行给所难去，却信度来巴日云了，伊拉松西堂，却拉丹巴尔桥，长塞麦吧，打给郎家绝技堂，他冷切下云呐，气味口谢雪，心底果酒多巴尔蝶呢，去南都学技堂，扎瓦尼图都努给，过你7日穷为人所，提菜呢，给别君莫乃给得巴来，门被借钱呢，那瓦迪拉，家却领给债亲呐，错些借钱所。提大他们借着的，南都修呢，7日余都同话来，帕尔纳康巴桑包，西瓦西约的，提大来阿日同话他，康巴提纳，地形缺多，提菜呢，恰大吉家缺领呢，这啥话来，这给你妈开的铺话来，给别破张给太嘎亲呢，这给你妈他记学的，破张给太嘎红哦，海金给他带地，巴西都阿拉米改为3改呢，阿拉女巴日7巴日马赛给，云代白去那样，阿拉第130改的，阿3巴日9多，长赛地了，他的巴西爱潘大的，台湾7巴日马赛给，云代白去那样，
捏巴军来他日，捏巴军来他日，行得瓦尔切索，行得瓦尔切索。达尼仁波切浪的，达尼仁波切浪的，什么间彭巴拉金巴尔马塞给，什么间彭巴拉金巴尔马塞给，特达尔金白雪南特，特达尔金白雪南特，桑杰苏朱白切肉，桑杰苏朱白切肉，嘎辛朱白，嘎辛朱白。让给科尔杜穷为什么间，让给科尔杜穷为什么间，该采地，该采地，得给咱们都马塞，得给咱们都马塞，让先什么间滚给，让先什么间滚给，南下单给得给月，南下单给得给月，爱他今儿年给扩他去，爱他今儿年给扩他去，给苦汤阿奶扩他去，给苦汤阿奶扩他去，大妹嘛呢？大妹嘛呢？今儿皮梅都松瓦汤，今儿皮梅都松瓦汤，月素凝结切热皮都白。马撇巴等，汤包都提当外卡儿，却切丁，龙毛啦用土干，都提当外，苦汤阿奶扩他缺多。下边是新课，今天咱们再来4页啊。现在语法现象就正在学那个不仅是，而且就是前头不仅是马赛或者马赛给，现在学了一个上一个句是卡日，就是在表面上，然后下边一句呢就要深入一步，就是不但卡日不但而且的意思。咱们再看一个卡日的啊，爱莫不苏姆啦。爱莫不苏姆啦，爱是我或者是我们，莫不母亲和儿子就是母子，这个子可以包括女孩。苏我们母子3人，啦在我们母子3人这里，这个究竟是在这里还是冲着我们的方向，什么都要看后边动词。后边动词是什么呢？说诺日往久马囧为卡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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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日财富财产，就是物质形态的财产，有时候可以包括钱之类的。往是权力、势力、能力，基本含义是权力。久它本意是材料、因这2个意思。它这个时候呢，它在这个往后边呢，就做一个这个好像名词化的一个词尾的作用，就是因为这个材料嘛，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说什么的材料，什么的材料。实际上材料有点说它本身本质，就是这个的材料，就是它的本身的意思。所以往久就是权利，诺日财产的权利。这就是合起来就是财产权。马囧外，穷是什么呢？基本含义是这个出现，显现，露出来，得到，来到，往自己方向来，得到，这个地方就是得到。没有得到财产权。这个后边这个不是属格，是这个卡尔要求的属格，它的意义是不仅而且，就是前边这句话咱们就是这么记，是在表面上是在这个浅层的事儿，后边还有深层的事儿，不但这样，而且还这样，不但我们母子3人
没有得到财产权。这个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原来它就属于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占有动词啊，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反正就是存在动词啊，就是在我们这儿呢没有出现这个，没有得到这个，在我们这里，在我们母子三人这里没有得到财产权。他本来到那个米拉日巴长大，他应该是那个还给他的，但是他不还，很不讲理。所以这还不光这样，卡尔就是说这才是表面上一点事儿，不光是我们三人没得到这个财产权，还有这个更那个就是更不讲理的事儿吧。后边啊，亚日行嘞且d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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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亚是这个夏天，注意这个读法，爬后爬，读成蛙，再有其他抵消了。这个有其他，所以这两个就根本不读，但是他俩保留下来了一个高调平声这个调，所以后边这个雅底下这个下单字雅就要读鸭，然是延长，所以就是鸭。夏天，夏天怎么样呢？行嘞，行嘞，也可以连读行嘞。田地的活，嘞不是那个工作活吗？农活，且做农活，提时候做农活的时候，夏天做农活的时候，阿区哟，阿区哟，阿库的叔叔的哟，奴隶，奴仆、仆人、奴仆，这就看你那个就是翻的时候他是什么身份了。也许是奴隶，也许仆人。他这就是因为他这个意义就是说，本来我们是平等的啊，亲戚，结果现在呢成了他的这个苦力了，成了奴仆了。夏天干农活的时候是叔叔的奴隶。然后呢，云排来且dü云排来且dü云是冬天，冬天田地里没活了，冷了，排羊毛的活，就是干毛类的活，冬天出不了门了，在屋里呢干这个织毯子呀什么这一类的毛类的活。做这个活的时候呢，阿内哟，阿哭，因为那个哭的是闭元音，乌嘴小，所以那个啊要读就是弱化。这个呢，这个呢不是闭元音，是开元音，所以呢这个啊就不弱化，就啊呢。姑姑到冬天干这个毛线活的时候呢，是姑姑的奴仆。你看这财产权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没得到，然后呢还变成人家的奴隶了啊！这不但是没得到财产权，而且呢整年的成了叔叔跟姑姑的这个奴仆。后边还有了啊，还没完，奴仆就奴仆吧，后边是剁 k 剁了，剁是食品食物，食品 k 是狗的是食品，这非常符合这个汉语的习惯，就是吃的是狗食，或者叫他这就是这么意义的。要是他这个原意呢，就是说食品呢是狗的食品，拉就是一个连词了，停顿一下，后边呢来蓬来活呢是驴活，译的时候你就也可以立说活是驴活毛驴干的活，他这译的就比较好了，就直接译成这个比较大家好理解了，干的是驴活，吃的是狗食。然后来太美且绝囧，来太美且绝囧，来活
这个抬是慢，缓慢，慢慢的抬，没有慢，也就是说你不能这个放松，不能慢，不能慢慢的吧，且干活不能慢慢的干活。它下边译成是无休止的，就是老得干。且后边是需要，需要干活，需要后边是穷刚才说了，有出现这个得到来到，它这个词呢是一个不自主动词，可以有主语，但是这个主语呢不是主语自己能够自主的，是客观状况什么自然造成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呢它这个不自主的需要做活，而且是无休止的做活，所以这个且觉穷就译成叫不得不，就是说他需要做这个活，不是他自己需要，是穷，是不自主的，形势逼迫他不得不这么需要这么做，所以译成一个不得不。语法现象就是头一句上边那个卡日，就是记住，就是卡日要求属格，它的意义是不但而且。咱们来读一下啊。我莫不松了，我不松了，诺儿忘丢马穷为卡儿，诺儿忘丢马穷为卡儿，伢儿醒来且读阿区药，伢儿醒来且读阿区药，君排来且读，君排来且读，阿内药，多起多了，来蓬来，来太妹且觉穷，来太妹且觉穷。好。下边是另一种叫因果复句，这个句子肯定是大量的了，因为叙述一些事情的基本上就是前因后果，前边的原因所以发生后边的事儿。因果复句是因果关系，在结构上用这个连词关联表因果的连词有一个其实就是由于因为多给读一下啊，多是力量，一个是力量，一个是威势，就是威力势力反正就是从力量发展出来的这种力量。这个力量加一个句格多给，就是由于力量，由于谁的力量，就是前边那个力量，由于前边的那个的作用，由于前边的力量造成后边的结果，所以这个词儿就叫做因为因为。下边一个得给呢，它本身就是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的原因，就是这个词儿就是因为就完了。下边一个是汪给，汪是权力能力，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也就是由于前边这件事情的，你说权力就抽象它那个意思吧，由于它的能力，由于它的能量，由于它的作用造成了后边所以汪给也是一个因为的意思。因是因缘的缘，由于这个缘故，由于它这个缘讲因缘嘛，主语由于这个缘是这个就是叫什么间接条件了主语是直接原因了，由于这个缘，所以也是因为，这是4个因为。下边还有一个简单的
背陪哎，这个陪经常在句子里，因为它是作为词尾就读哇，所以这个就是为，哎，就是一个背一个为，就是什么呢？就是八哇加一个撒变成句格，句格本身的作用就是以它为工具，由于它造成什么，所以也是因为。下边是为呢，为呢，哎，就是比前边那个呢再加个拿，这个拿呢就不是假设的口气了，它就成了既然的口气了。说既然因为前边这件事儿呢，后边它就会发生这个，就是承认一种既成事实，就会发生后边的结果，所以它纯粹也是由于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再加个提，就是提外呢提呢，提外呢提呢，这就是你想因为他的原因，提就是前边那个事儿嘛，因为他的原因，哎，既然由于他是这个样子，所以后边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哎，就造成一个结果，所以这个都比较好理解。最后还有一个单独就一个拿，这个就是也是说不是假设口气，就是什么呢？既然，什么什么拿，就是好像一种语气词，什么什么拿，你既然是这种状况，后边就必然发生另一种状况，哎，这都是因果关系的连词。然后下边来看句子啊，第一种是其实，说这个其实怎么用呢？用在表原因的分句的动词带被为的动词。这个周老师在这个最后这个动词前头加个过去时，在这个动词的前头加仨字，加个过去时的过去式动词之后，哎，就是说这七日呢是用在过去式动词之后，这个动词加个名词化的八哇，哎，表原因的分句可以在表结果分句之前，也可以之后，就是说可以说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也可以说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是因为，哎，把那个原因分句放在后边，所以这个其实在前在后的都有。咱们来看例子啊，反过来，第一个是萨迦格言说，假错亲包秋月得，假错亲包秋月得，大海。这个本身前边这个词就是大海，后边亲包大海，那大海也分这个小的大的了，这是大。不过汉语里头就翻起来，因为这个大字重复了，就显不出来了，就不能像藏语有这种明显的区别，就是大海了。秋窝就是河流，河流的呆是仓库，这个仓库这个学过好几个仓库了，这个仓库呢还有一个宝藏的含义，就是它也指仓库，也指宝藏。宝藏就是指的那个矿藏，哎，这个藏区说那个福藏啊，有时候也用这个字儿，哎，反正就是存起来的东西吧。说大海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动词，那就是是了，哎，就好像汉语那个什么者什么也一样，没有动词。大海是什么呢？是河流的仓库，哎，这个你说这个库，它这下边一个库藏，意思不错。这个大海是河流的库藏，你要说仓库有点这个太这个不像句话了哈。下边引七日秋窝他们借不，引七日秋窝他们借不，引七日秋窝他们借不，引七日秋窝他们借不。他这个引七日是接着前面这句话说的，说这是有事啊，这不是那个这有动词，动词在后边的，说大海，然后就跳到最后是河流的库藏，然后七日的缘故，或者是说你把这个七日翻到前头说，因为大海是河流的库藏，所以后边呢一切河流不就是往下掉往下降，这就是说一切河流都降到海里，都掉到海里，都这个流到海里。
很简单了，就是这个七日呢，它可以放在元音，它是放在元音句的后边。这个元音句呢，有可以放在前边，也可以放在后边。现在这个元音句是放在前面的。再读一遍啊。家错亲包秋月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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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七日秋我他借不，因七日秋我他借不，因七日秋我他借不。因七日秋我他借不。再看一个七日啊，吞蜜皮意托妈，拼命拼意托妈，吞蜜皮意托妈，拼命拼意托妈。吞蜜是那个吞迷桑布扎的那个，他这个藏族他不分姓名哈，都是名字，哎，这个所以他就是他的名字了，他就是名字没写全名啊，吞蜜。吞蜜呢是皮，因为后边是闭元音，所以把那个 o 画成一，就变成了皮。藏文，意是文字，藏文。托妈是开头起始。再拜七日，再拜七日，再是做的敬语，做，这个最早做，托妈开头嘛，开始做最早做藏文的者，再拜，这个名词化就可以。吞蜜，做藏文最早，吞蜜最早做藏文的这个原因，或者是因为吞蜜最早做藏文。下边是吞蜜由于首创藏文，这就是译的时候你理解的意思就是这样理解。吞蜜是主语，他做藏文最早做藏文，由于这个原因，后边撇处藏密，撇处藏密，撇还是藏区了，藏地。处是表小的意思，咱们说过那个除鸡，就是那个反刍的刍加一个立人，加一个那个跟那个四横一竖的那个，哎，对，除就是比较小。你要是人呢，就是小孩儿，这个动物呢就是雏，幼小，就是比较幼小，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小，就是对于吞迷他们来说呢，就不是小的意思，就是说年轻，就是年轻。藏是这个一个形容词，是英勇、贤明、高尚这个三方面就是反正就是比较好的意思。如果是体力、武力、胆量方面就是英勇，智力方面就是贤明，智慧贤明，品德方面、道德方面就是高尚，藏巴就是所以他这就译贤士，就是反正就是叫什么呢？高尔基说就是大写的人，这个我们现在说就是英雄，这个反正就是这一类的意思，就是人杰人杰。藏咪咪就是那个人了，所以这就是说藏区有这还没完，这个后边云给洗八日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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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是七，这就一个词完了，是藏地七贤士，这是比较年轻的七贤士，藏地七贤士，下边就是誉为七贤士没说藏地，也没说年轻，这大概藏人都很有名的了，就一说七贤士就知道是他们七个。藏地七贤士的喜八，喜是四，
加上8就是第4，变成序数是第4。七贤士的第4，就是他在七贤士当中排第4位，第4贤下边译的是。察是这个这么几个含义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认，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公认。公认有这个用佛教的术语有集成共许，有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公认，大家都这么认为，或者叫一个是这个意思，一个有传扬的意思，叫广泛传扬、普遍传颂，普遍这个流传，大家都这么说，反正也是公认的意思。这个然后还可以简化成什么呢？就是叫被称为，就是人们都这么说，人们都这么传颂，也就是人们都这么叫，人们都把它叫做七贤士的第4贤，或者说大家公认为七贤士第4贤，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你自己去看这个怎么符合原意怎么来了。全句就很明白了。七日说明原因的，说吞弥为什么被列为七贤士第4贤呢？因为他首创藏门，因为这个功德，所以呢他列为七贤士第4贤。与因果复句就出来了。读一遍啊。吞弥毗夷托玛贼被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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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处藏弥顶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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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班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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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语法现在都很简单了，咱主要就是学一些单词，建一些句子，成了是这儿已经开始这个叫泛读了，已经啊，就这个意义了。下边一个啊，实际上这个学语言呢，你要是说我就是一个多读，其实就可以。扎巴老师就说，他说你就多读，读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肯定是那样。你多读，慢慢你就这儿见，慢慢你就琢磨出意思来了。所以多读是个硬道理，是个硬功夫，是个基础。咱们呢，曼巴开巴曼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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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巴医生，开巴智者、学者，这个精通某一方面的人。曼巴开巴合起来就是一个就是精通医术的人，精通医术的医生啊。这个下边译的叫高明医生。这个开巴呢，基本含义就是精通。精通呢里头你可以这个就是引申了，精通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是这个对这个东西观察得很明白，做起来很熟练，运用起来很巧妙。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在这方面你很高明，所以呢，他以高明医生这个具体跟词儿结合的时候，你就取跟它相配的词儿。高明医生，高明医生怎么样呢？是 man 戒，这个 man 还是药，戒是这个医疗治疗，咱们说过，它叫那个前边刚用过这个戒治疗，药疗，药疗就是他一般看病呢都是用药疗，所以呢这个词儿就被译为治疗就完了。这个治疗的时候，开背，读一下开背，开巴又加了一个撒，开巴本来是这个智者什么，那是名词，是智者，它动词的时候就是精通，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说高明的医生，这显然是名词，在治疗的时候，在看病的时候，开巴就是动词，开巴就是高明的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啊，他很精通，很善于，或者你也可以译成善于，然后译成对着方向，善于看病。高明的医生善于看病，在看病这方面他精通，
反正你看懂他句子了，你就随便译了。这个译的也挺有意思，高明医生，医术高明，哎，把看病译成医术高明，哎，也很这个好。然后加一个撒，就变成了元音句，哎，他这儿没画出来。其实那个啊，因为他这个句子举的是7日，所以他就光标7日。实际上这已经把后边那个哎一加一个撒，就是由于高明的医生他看病方面呢高明，由于这个啊，下边是那把大的，那把大的，那把是病，大是观察。了解看，主要就是观察了。这个它的原型咱们也说一下，它的原型就是把前边那个前去爬后去撒，它因为这是个过去式，所以前加爬后加撒，把前后爬跟撒都去了呀，加一个哪弱，就是它的原型堕。这个堕呢，大家记住，这个是佛教里头有那个寻思。寻是粗浅的分别，似是细微的分别，这个就是粗浅的分别。堕粗浅的分别就是意识的这种分别，所以它经常就译成分别，或者叫思维、思考。反正它指的比较明显的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些思考都属于寻。似一般是在这个病中，哎，把那个粗浅的这种分别给停下来。进入比较细微的那种分别状态叫似，所以这个呢是指的寻，哎，它的这个自性啊就是分别，哎，就是思维，粗浅思维，这个它这叫分别病，或者叫思维病、思考病，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高明的医生看病高明，他看病实际上在那观察、分别、思考，实际上就是看病。看病的时候，呆就是停顿一下，也可以作为先发生这个，后发生后边，哎，你就可以说译成是看病的时候，呆可以译成乃，就是说可以是乃的意思，哎，看病之后，他把观察了你，比如号了脉、问了情况，或者他观察之后、分别之后、思维之后。然后呢，门界米切巴日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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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界就是药疗，也就是看病治疗，米切巴日不做治疗，哎，不做治疗。这个米切巴日咱们前面刚学过。否定的动词后边加巴日，就带有先做这个后发生一个，就是带有叫先后，那叫连贯啊，叫什么？就是哎，米切巴日，就是说不做这个的话，就会发生后边的事儿，是一个前后的关系。不做他看了病之后啊，不做治疗，崩呢？崩是剖弃，崩。这个咱们以后在经论也会经常看到，因为我们剖弃这个去坏习气、剖弃污染、断除啊，剖弃断除，都是它。崩的，如果这个高明的医生看病之后啊，不做治疗，剖弃，这个剖弃实际上是剖弃治疗的机会。他因为病人又不是他的东西，他不可能剖弃病人，就是他不做治疗，就是剖弃了。我不做这个工作了，哎，不做治疗了，抛弃了这个治疗挽救人的机会。他下边译的是而放弃，你看他就是放弃了他治疗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工作，哎，放弃这个工作。然后呢，曼巴琼乌显大给，曼巴琼乌显大给，曼巴琼乌。显大给讲，医生穷是小少弱略，反正就是你看他谈哪方面了，比较这个形体就是大小，比较数量就是多少，
比较这个力量就是强弱，比较高下就是这个略下略，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曼巴琼乌，就是乌就是一个名词化的一个词尾了，就是弱一声或者略一声，就是一般的一声啊，就是一般的一声。显大给另外他们就是那些一般的医生，他们做主歌他们一般的医生也就会怎么样呢？索瓦尔米切斗，索瓦尔米切斗，索瓦尔米切得，索瓦尔米切得，索瓦它的本意是养育，一个是最基本含义是养育，就是抚育，人呢就是养活，动物就是饲养，它还一个意思就是治疗，这个你像养育人吧，也可以说是用药疗，用这个食物的药来疗，所以你联系起来讲，索瓦就是养活，养育，也有治疗的意思。米切多不做，就是说，如果一个高明医生他看过之后，他要是不予治疗而放弃走了，一般的医生啊，他们也不会去治疗，也不会去给这个人看病了。为什么呢？下边说，特拉外边气味参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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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拉在他身上，在谁身上呢？就是在那个病人身上。外边一定是，这是一个肯定的这个状语，外边就是肯定是，一定是。气蛙死，很简单。死的参妈，参是标志，妈就是一个这个名词词尾，就是在他身上一定是这动词还没读出来，动词后边是约就是有，在他身上一定是有死的标志、死的特征、死的征兆，就是说这已经就没治了，要死了，就是咱们读了后边就更明白了啊。约巴尔多百七日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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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身上一定是约巴尔有死的征兆，有后边还有这个动词是堕，就是这个堕呢，注意跟刚才上边第一行正冲着他那个大是过去时了，他的现在时是前后去了之后加哪弱，这样的话他俩对比呢，就是他比他多一个仨，他只有一个卡后加字，他又再后加字仨，多一个就成了两个动词。注意啊，第一个动词咱们不是说是粗浅分别吗？是这个寻思的寻。第二个动词呢也是头一个动词的命令式，第一个动词加上仨就是命令式嘛。它的命令式呢就有这个能否事的意思，结果事，咱们前根学过，叫结果事，就是它的命令式可以当作祈使句的命令式动词，就是请对方做什么，命令对方做什么。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可以做那个动词的能否事儿、结果事儿，就是你比如说分别，就是分别的结果。分别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的自性啊，叫如果要是自性呢，就是理解，就是我明白了，理解。你看堕不带后加字仨的是粗浅分别，就是分析过程，就是还在分析过程当中观察一下，这个分别一下，把这个材料都综合起来在这分析。加一个仨呢，就变成它的结果事儿，就是分析出来了。分析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理解，就是我对这个事儿完全看明白了，我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了，我分析出结果来了。所以这个动词呢，就是它既是它的命令式，它又是另外一个动词，就变成了理解。这个理解呢，再翻译一个词儿就叫觉悟。这个觉悟就厉害了，这个理解呀，还是好像
说我明白了啊，这个好像还是在道理上明白了。这个词就是觉悟，就是证悟，就是真正的理解啊，那就是我亲身体会到了，哎，就是实证了。所以这个词呢，就是证悟、正道、见道，就用它。哎，所以理解跟觉悟、证悟，像这个证悟呢，在那个就是经里头也翻通达，通达这个就是很厉害，不但通，而且达到了那个，你比如说你证无为法，你证到无为法了，证到空性了，所以通达理解、了解、知道词儿都可以用，它表示这个那个前边那个堕的结果，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动词，就是前边是分别，后边这个是证悟。堕百七十多，就是说为什么高明医生不看的病，这个普通医生也不看呢？因为啊，一定是这个高明的医生啊，他证悟了，他理解了，他彻底的明白了，在这个病人的身上一定是有死亡的征兆，就是已经出现，他看透了，他已经看出来了，他是必死无疑了，所以他也就不在那浪费时间，浪费人家家里人的这个钱财感情啊，再一个医生也讲究这个自己的名誉哈，治了半天没治好，还不如不治。好，这个其实呢就放在最后了，就是先说结果，哎，然后再说这个结果的原因，哎，所以它就可以放在最后。好，咱们读一遍啊。曼巴开巴曼戒拉开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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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巴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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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戒米切巴日崩那，曼戒米切巴尔崩那，曼戒米切巴日崩那，曼戒米切巴尔崩那，曼巴琼欧显大给讲，曼巴琼乌显大给讲，曼巴琼欧显大给讲，曼巴琼乌显大给讲，索瓦日米切的，索瓦尔米切的，索瓦日米切的，索瓦尔米切的，提拉外边气味参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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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边多白气肉，月边多白气肉，月边多白气肉。月边多白气肉。下边他说这个七日呢，还可以跟一些其他的结合，跟体结合成体七日，读一下体七日，读后边这个体七日，体七日，哎，这个很好理解了。由于那个就是指前边了，由于前边那个就是叫因此，哎，因为前边这个，所以因此就造成后边这个。这个因此其实也可以译成所以哈，因此是指前边，所以是指后边，这个也可以译所以。用于表结果的分句之前啊，当然它在结果的分句，因为你先因此后这个结果嘛，所以它是在这个结果句之前。咱们来看一下句子啊，说铁打一大重开的不读，他打一大，他打是现在，以大是恶鬼，就是轨道，哎，轨道众生。重开的不是读，重开的不是读。现在恶鬼重开城市，恶鬼城的不是好像恶鬼城，然
是一个拉丁，独是坐着或者是居住在，这就是居住在。居住在居住在什么里？居住在什么里呢？现在居住在好像是恶鬼城里，这是一个人说自己的情况了。我现在啊，就居住在好像是恶鬼城里。他这译的时候呢，我看啊，译的时候他有如住在恶鬼城，好像把这个德布日给那个当成状语似的，好像住在，其实他这个语法关系上他是住在，好像是啊，也可以当成状语哈。德布日好像居住在恶鬼城里，这也许是按照汉语习惯来的。我现在好像住在恶鬼城，然后啊，七妈捏哇给哇，就到这吧。七妈捏哇给哇，七妈，咱们说过这个七呢是后边，空间上是后边，时间上就是晚一点，这是一个意思。然后外边，主要是这么两个意思。这个七妈呢，就是一个名词化，它这儿呢还晚一点啊，还可以译成未来、将来。你晚一点嘛，晚些时候可以译成这个将来、未来。这就是说将来，将来啊，捏哇地狱，泥离，有点是不是译音的？这个玛雅大就是牙呢，牙是这个鼻音，所以前边有上加字或者前加字，它要读平声，所以是捏哇，地狱。给哇是生，就是从无到有的生，从小到大的生长，它这就是生捏哇，注意捏哇日，生在地狱里，将来生在地狱里。然后后边啊，推错没。推错没？推错是怀疑、担心、怀疑。没无疑，将来无疑会升到地狱里。我现在就现在的这一世的生活，就好像住在恶鬼城，将来啊一定会升到地狱里。后边，提七达了。由于他这个忒就是指前边他说的这个情况，这一世跟将来的情况。由于这个，因此后边是结果了。因此达了对于我突介 give 度薛，突介 give 度薛，突介就是慈悲，慈悲的名词。突介就是慈悲，慈悲加了一个这个撒，加了一个句格。give 是这个保护，救助，就是护佑。他这下边译的是护佑，就是拯救啊、救度啊，反正就是它基本含义就是保护。薛是请求，请您请求什么呢？往回倒，请求保护我，请求这个保佑我，请求护佑我。用什么呢？用慈悲心，用慈悲，用您的慈悲保护我。前边说原因，后边说结果。由于我这一生很惨，将来一定要升地狱，所以呢，请您慈悲保护我，护佑我。这个就是七日前边加个提，更明确的指出来说，就是因为上边这个因此，很好译。好，读一下啊。塔达以大重开的不日读。塔达重开的不日读。塔达以大重开的不日读。塔达以大重开的不日读。七妈捏哇
给娃儿忒错没。西娃捏娃给娃忒错没。起码捏娃给娃儿忒错没。起码捏娃给娃忒错没。起码捏娃给娃儿忒错没。西娃捏娃给娃忒错没。那个像那个给吧，就是你读的那个轻声有点儿这个读的不来劲儿，你就干脆读成去声都行。哎，给娃儿这样这个容易用力啊。像那个大宝老师读起来都是这样哈，非常有力。哎，他强调就是读要用力。嗯，忒起日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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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介给不读学，突介给读学，突介给不读学。突介给读学。到了，休息一会儿。